我的靠山，你是我的心肝。我的脾气烦烦，我细汉嘛同款，无忧无愁做眠梦。心情若袂轻松，有烦恼我来担。唱歌，我对你的歌声，一声一句是听痛。你是我前世安那达，付出一切嘛心甘情愿。我要感谢你用心教我车。予我不惊失败，不惊寒。你是我前世安那达，日日夜夜甲你相命命。我要感谢你爱我无条件，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。无惊，亲爱的爸爸，望你平安，望你在人听，幸福快乐一世人。你是我的靠山，你是我的心肝。我的脾气烦烦，我细汉嘛同款，无忧无愁做眠梦。心情若袂轻松，有烦恼我来担。我要来唱歌，我对你的歌声，一声一句是听痛。你是我前世安那达，付出一切嘛心甘情愿。我要感谢你用心教我车，予我不惊失败，不惊寒。你是我前世安那达，日日夜夜甲你相命命。我要感谢你爱我无条件，你的温情比天搁较大。宝贝的查某囝，亲爱的爸爸，望你平安，望你在人听，幸福快乐一世人。
欢迎来到咱报道联播网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吴淑敏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哦。今天咱要邀请的这个特别来宾是什么人呢？当然呢，伊是非常的有才华，除了是咱的广播主持人以外，伊个会晓写歌。人佫生咧引导，最主要是伊的专辑呢，拢家己写的歌，伊今仔日无方便做主持人，所以呢，就由我来代班啦。很开心淑敏有这个缘分，当然他今天尽量我是讲长一点啦，因为平常他讲太多，我怕他很伤喉咙哦。你讲了就等啦。哦，好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周伟杰。欢迎你来到咱的现场。是淑敏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你这么你中间在介绍的时候，我已经深呼吸要开始说大家好，然后我又一直接话，然后我又一直接话，差点把等亏啊那哈。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周伟杰，发行了个人的第4张的台语创作专辑，就是我要飞。我要飞，这首歌最好听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飞去看看的天顶吹。你为什么这个歌不给我？我要生气了。你觉得好听啊？我觉得蛮好听的，蛮好听的哈。好，因为你用的那个啦啦啦哩啦啦那个半音很美。哦，对，一般人可能在写歌的时候会把它写一个全音。你刚刚讲啊，那台语歌然后让较好唱的哈，然后怎么样？可是我觉得创作者本来就是有自己的想法。你讲要更较简单呢，你怎么写也可以啊，对啊。但是你说写到那个音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半音有一种刺动你的感觉，我就觉得说，而且有悠悠的那种伤感啊，对，因为你那个半音，我觉得它会提升整首歌的那个气质。好像有些欲言又止，你知道有些话没有讲清楚，但是也对不对？有点朦胧美这样子。对，你很了我呢啊，就会。我觉得你的心思太细腻了，有吗？有，因为心思要很细腻的人啊，他才可以创作很多歌。像你整张10首都要自己去写的时候，你毕竟你的想象空间要很大。对，而且我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呢，要听清楚。你知道淑敏你在跟我讲一个感情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嘛会听啊，但是我听的时候我要听到你真正的过程跟结局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如果它的结局不是这样，有的时候你听头你自己会跑到另外一边去哦。对。其实那边不够感动。我最近也有遇上这件事情。怎么了？就是因为我写一首歌，但是我的故事大纲，不是在写男女之间的感情。我因为我的组织能力还没有那么完整性嘛，然后我正在学习嘛，那我又很赶着希望这一个成品可以赶快完成，所以我就在时间限制上面，所以我麻烦另外一个老师来帮我联合就对，就是整理一下，这样帮我就是帮我统合一下，帮我那个，然后后来我发现他的解读变成男女的感情，可是我写的故事情节里面跟男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然后后来我发现他的创作，他那样的联想也没有不好，也成立，双关就对了。对，也成立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是因为我有我的那个故事是我自己的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它来的珍贵，所以我变成说那个原来的剧本，我会再找机会再把它延续下去。我比较喜欢你的所谓的原创。我当时在听，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说，你如果说听故事，你要听到一个结尾，然后再来做创作。对啊！而且我尊重原始的想法，可能会激发每一个人，因为大家人对感情的太多哈，不管是亲情啊，或友情啊，或者是爱情，拢同款，因为太多不同款，就表示说你中间可以发挥的空间是无限的。对，那无真侪歌拢写完了嘛。对啊，咱台语歌伊好耍的所在，就是因为咱有就这形容词，就是会当好好运用。所以像你的歌内底，你嘛知影你要安怎好好运用。比如讲，你康凤娘唱的歌，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，花梨基亲像鱼梨水。为什么要用
鱼跟水呢？就是每些人在期待之前呢，都会有一种好像要走入绝境的感觉。对，你看思念是多么的痛苦，就亲像灰里鸡赶快，亲就鱼水赶快，现在痛苦，所以我后面就接一个鸡胎。下次见面那我那里又点嘛，爱记了然后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就很像准摸花，赶快对也很美，对那种感觉，就真的就是这样的，有点像你知道吗？明明看到那个天上有一个风筝在飞，对不对？可是线就断了，对不对？等甩风吹嘛，是奇怪的尴尬。对哦。但是只是我们有这么多，刚刚书明讲的说有这么多的形容词，你别用个上面细准，是用上面听多，这是你要去思考的。然后要放在对的位置。好。然后台语歌还有一个，就困难的所在就是迄个韵脚，迄个拗韵，然后迄个拗韵放伫迄个音。个放会到，无你唱出来变导音。对，那导音就会让人家想到别的字，那都无顺啦。都无顺啊。而且说明我在写歌的时候还要再直白一点，就是说，其实歌也不能太难，就是词太深的话不容易打入人心嘛。有时候直白的话我当他几句话讲出来你那无打电话啊。对啊，是不是很直接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若讲你要美化他迄天想要接到你的电话，是安怎电话都一直袂响，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境了，你知道吗？很啰嗦，对，较拖的，对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你的决定，就是看你要怎么样来写这一个故事，你要让它是很干脆的，还是要让它很诗情画意的也行，拢会使，